市府观光旅游局持续推动高尔夫运动的观光。今年结合台南5大高尔夫球场以及周边的景点甲美食，总共推出10条的特色游程，针对国际团客、国旅甲自由行3大客群，并且邀请韩国籍超冠人气啦啦队女神吕多惠来踩线代言，希望吸引少年族群甲海外运动爱好者来台南拍球兼观光。台南是南台湾球场数最多的，18栋以上的球场数最多，18栋以下的球场有好几个，所以高尔夫第一个已经是一个平民化的运动，很多健康的活动都是在高尔夫球场来完成的。第二个，我们的气候很好；第三个，美食又多；第四个，我们这个锁定的是东北亚的这个球友，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可以来台南打球，而都会在这个台湾也好，或在很多地方都有高人气，因此呢，邀请他来，很多人是看他的面子来打球的哈，所以我们都很希望，也很开心，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来台南吃美食、打高尔夫球，还可以在电视上看到都会哈，所以我们很希望大家一起来台南吃吃喝喝、玩玩打打，哈，这个很希望得到一个很快乐的台南之旅、高尔夫球之旅。李多惠除了推荐台南5大球场的风景美丽，另外周边还有真侪美食嘛未用的来错过。韩国人很喜欢高尔夫球，所以一定要来台南，因为台南的高尔夫球真的来到他们一定要吓到，因为真的很便宜，还有风景很漂亮，所以一定要试试看。한국분들도 얼른台南으로 오세요。一定要试试看东山鸭头，韩国人应该第一次看到一点那个吓到，但是吃了以后好吃的感觉，所以一定要试试看。还有台南的芒果冰特别好吃，对。伫个活动宣传记者会中，啦啦队女神李多惠嘛甲着市长黄伟泰同齐来会见，并赠送市长签名的高尔夫球。而市长黄伟泰则回赠目前台南上行的菜市仔背带，为了让更侪旅客会用轻松接触台南的高尔夫，这届竟推出李多惠亲笔签名相片，以及着抽 iPhone 17相同的抽奖活动。活动详细会用到台南旅游网来查询。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。